如果醫生今日同你講你有脂肪肝，你第一個反應會係咩？好多香港人第一時間都會諗，係咪代表我個肝開始壞？其實未必。但如果一直唔理，脂肪有機會越積越多，肝臟亦都有機會慢慢承受越來越大嘅負擔。今日我哋唔係介紹神奇排毒方法，更加唔係介紹7日排毒餐，亦都唔係神奇護肝產品，而係一齊睇下醫學研究一直認為邊10種食物最值得經常出現喺你嘅飯桌。更加重要嘅係點樣真正減輕肝臟每日嘅工作負擔。真正健康嘅肝臟根本唔需要人幫佢排毒，因為排毒本身就係肝臟每日最重要嘅工作。真正重要嘅係減少肝臟嘅負擔，再俾足夠營養，等佢可以舒服啲工作。如果你仲記得之前脂肪肝嗰一集，我哋曾經帶大家去過肝臟工廠。今日我哋再返去睇下，想象一下，你個肝就好似一間超大型工廠，每分鐘都有一卡車又一卡車貨物送入嚟，有糖、有脂肪、有蛋白質、有酒精、有藥物，仲有身體自己每日產生嘅代謝廢物。工廠入面有好多工人不停將糖搬去倉庫，將脂肪分類，將蛋白質重新加工，再將有害廢物慢慢處理，最後送出去。如果每日送入工廠都係正常數量，工人可以慢慢做，機器可以正常運作，成間工廠乾乾淨淨，井井有條。但如果每日一卡車又一卡車奶茶、汽水、蛋糕、甜品、炸雞、加工食品、酒精不停送入嚟，你估會點？工人開始越嚟越忙啊，輸送帶開始塞車，倉庫開始堆滿一箱又一箱脂肪，機器開始越嚟越熱，越嚟越辛苦。久而久之，成間工廠開始冇以前咁有效率，脂肪越積越多，負擔越嚟越重。呢個就係好多脂肪肝開始形成其中一個原因。好消息係肝臟一直都有一個其他器官好難做到嘅能力，只要仲未去到太嚴重，只要開始減少負擔，改善生活，好多時肝臟真係有機會慢慢恢復更健康嘅狀態。所以今日我哋唔係教大家食神奇食物，而係一齊睇下10種醫學研究一直認為對肝臟比較友善，值得經常出現喺飯桌上嘅食物。第一種，西蘭花。好多人一講西蘭花，第一時間只會諗起減肥。其實西蘭花對肝臟一直都好受重視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肝臟工廠每日都要不停工作，總會有灰塵、有垃圾、有機器開始磨損。而西蘭花就好似工廠請返嚟一隊保養工程師，幫機器清潔保養，減少磨損，令成間工廠可以更加順暢繼續運作。所以好多研究一直都認為西蘭花同其他十字花科蔬菜都值得經常食。第二種，蒜頭。好多香港人做煮格都會用，除咗增加香味，蒜頭仲含有天然含硫化合物。你可以將佢想象成工廠入面專門維修輸送帶同機器嘅技術員，平時默默工作唔出聲，但如果冇咗佢，好多機器開始冇以前咁順，所以適量加入蒜頭都係一個唔錯護肝習慣。第三種，合桃。如果肝臟係一間工廠，咁合桃就好似工廠入面每日送到嘅保養零件，機器日日運作，齒輪日日磨損，輸送帶日日轉。如果一直冇人保養，總有一日開始出問題。合桃含有健康脂肪，仲有
天然植物營養，好多研究一直都認為適量食果仁對整體代謝健康都有幫助，但係記住適量就夠一小把已經足夠，唔係一大包，一路睇電視一路食。第四種藍莓，仲有其他莓類，好多香港人一講藍莓，第一時間就會諗起眼睛。其實藍莓最珍貴唔止喎，因為維他命更加係天然花青素。如果肝臟工廠每日都有好多火花、好多高溫、好多煙，機器自然容易老化，而花青素就好似工廠入面消防隊不停幫機器降溫減少損耗，所以莓類一直都係好值得加入每日飲食其中一種水果。第五種橄欖油，香港人以前好多家庭成薯都會用豬油、牛油或者其他動物油，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改用初榨橄欖油。點解？因為橄欖油含有好多健康脂肪，仲有天然植物成分。如果平時用橄欖油代替部分動物脂肪，長遠對心臟、血管同肝臟都有幫助。真正健康唔係完全唔食油，而係識得揀食乜油。第六種綠茶，好多香港人每日飲奶茶、飲汽水、飲含糖咖啡，其實如果其中一杯改做綠茶，已經係一個好開始。綠茶含有天然茶多酚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工廠日日都有好多灰塵、好多垃圾，清潔工每日都會慢慢清理，唔會一下子全部清乾淨，但日日都做少少，工廠自然保持乾淨好多。綠茶就好似工廠每日默默工作嘅清潔隊，所以好多研究一直都有留意綠茶對肝臟健康可能帶來一定幫助。第七種甜菜根，好多香港人未必成日食，但近年開始越嚟越容易買得到甜菜根，含有天然硝酸鹽，仲有甜菜鹼。如果工廠要不停搬運大量貨物，當然需要道路保持暢通，甜菜根就好似令工廠附近道路更加順暢，貨車可以快啲出入，工人工作自然冇咁辛苦，所以好多人都會將甜菜根加入沙律、焗菜，甚至鮮榨蔬菜汁。最重要並唔係一次食好多，而係經常適量出現喺飯桌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開始發現，真正護肝從來都唔係靠一種神奇食物，而係好多細小健康選擇，每日慢慢累積。下一部分我哋會繼續介紹最後幾種值得經常食嘅護肝食物，仲會同大家分享每日最容易做到5個護肝習慣。第八種薑黃，好多香港人開始認識薑黃都係因為保健食品。其實薑黃已經食咗好多年，咖喱好多亞洲菜都見到佢嘅身影。薑黃含有天然植物成分，有研究一直留意佢對慢性發炎同肝臟健康嘅影響。不過我要提醒大家，真正重要並唔係食得越多越好，更加唔係靠一種保健食品真正保護肝臟，一直都係靠每日健康生活。第九種朝鮮薊，可能香港人未必日日食，但近年超級市場越嚟越容易見到朝鮮薊，一直都受到好多研究關注，尤其同膽汁分泌有關方面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肝臟工廠除咗加工，仲要不停將廢物運出去。如果
運輸開始塞車，成間工廠自然越做越慢嘅朝鮮薊就好似幫運輸隊保持順暢，令工廠工作更加有效率。第10種產奇異果、士多啤梨，仲有其他天然水果。好多人一講護肝，第一時間就戒晒所有水果，其實未必真正值得小心。好多時唔係水果，而係含糖飲品、汽水、珍珠奶茶加糖果汁、甜飲先係真正容易令身體吸收過多糖分。所以與其飲一杯加糖果汁，不如直接食成個水果，通常更加有益。講完10種護肝食物，其實仲有5件事比任何食物更加重要。第一，少飲酒，如果可以飲少啲，甚至唔飲，你個肝一定最開心。第二，少食加工食品，午餐肉、香腸、煙肉、杯麵、蛋糕、甜品，全部都唔好日日食。第三，保持健康體重，好多研究一直都指出，體重慢慢下降，脂肪肝都有機會慢慢改善。第四，每日喐多啲，唔一定要跑步，食完飯陪屋企人落街行15分鐘已經係一個好開始。第五，早啲瞓，俾身體有足夠時間休息。第二招，個人通常精神好多，身體好多器官包括肝臟都可以正常運作。講到最後，我希望大家記住一句說話，真正保護肝臟從來唔係7日排毒，唔係飲幾多排毒茶，更加唔係買幾貴保健食品，而係今日少飲一杯汽水，今晚早少少瞓，食飯多一碗菜，少一份加工食品，日日做好一點點，1年後、5年後、10年後，你個肝可能一直默默多謝緊你。真正有福氣從來唔係食幾貴補幾多，而係60歲仲可以精神奕奕，70歲仲可以陪孫仔去公園，80歲仲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，一家人一齊食飯開開心心，呢個先係真正健康。如果你屋企有人一直都有脂肪肝，又或者醫生曾經同佢講肝酵素開始偏高，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。有時真正改變未必由一粒藥開始，可能只係由今晚嗰餐飯開始。留言話我知10種護肝食物，你最想由邊一種開始食？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下一集我哋再一齊插穿那些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傷身嘅健康陷阱。